又搁有人假毒塞车，这是半暝时啊呢，伫咧高雄的大寮，有一台黑色的轿车伫咧路面安尼弄来弄去，警察要甲抓，伊煞甲这警察车甲弄落，落尾家己是去争着电火条，才总算停落来。警方讲，这车顶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拢着伤，其中这个查甫的驾驶伊快胎是有毒品的反应，嘛因为这电火条互弄甲断去，所以附近300多户无电通用，台电是透暝抢修。 黑色的轿车驶进前速度真紧，警察车入伫后壁。林环局25下半暝接到报案，讲这个黑车驶伫路里偏来偏去，真危险。警察去查车，撞到对方拒检，黑车对大寮的公民路甲新厝路者开始走互警察捉，一直驶到公民路3段，家己去弄路边的高压电条才动落来。不过规台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。警方证实，涉案的驾驶是假毒赛车。车内发现依托米脂电子烟油，另对驾驶进行酒精反应测试。 毒品唾液、快筛等检测，初筛为毒品阳性反应，酒测值为0。他没有在打驾驶，他把他拖下来。车顶的一男一女受伤送病间，拖甲车壳零件、喙石啊喷甲规世界，规条车路暗蒙蒙。嫌款食毒赛车，甲高压电条弄一个亲像熬甘蔗安尼，规支电火条啊挂电筒拢倒伫咧路边，造成大寮王公园甲溪寮路附近有300多户失电。3更半暝向失电，附近住户拢走出来看，台电也赶紧派人透暝抢修。有听到声无？暗头啊，这啊，无听到声。那个是听讲奇怪无电啊。事故原因系翁园7765电杆遭车辆撞断，目前受影响用户有55户。 已加派人力进行抢救中。大寮失电的300多户到中昼进前，也有55户也未复电。台电表示，因为电条损断严重，电筒、电条拢爱定采，电线嘛爱定久，已经甲派人员咧抢修，按算下晡5点进前要全面复电。记者郭家祖、赵阳高雄场报道。